那年春初，柳絮微飛，邊城還帶着一點寒意。父親和第一次見到沈如畫，係喺朋友嘅書齋裏面。窗外細雨如絲，佢一身青衫，站喺案前讀詩，聲音低緩而清朗。佢本係隨着兄長來訪，卻喺門口停住咗腳步。佢念嘅正係嗰句人生若只如初見，何事秋風悲畫扇。佢心中一震，像是被誰輕輕點了一下。嗰一刻，佢仲未知呢一句成為佢一生嘅注腳。往後嘅日子，佢哋時常喺書齋相遇。起初只係論詩談畫，後來就有咗些說不清嘅牽掛。沈如畫終於帶佢去城外嘅杏花林，風一吹，滿樹花反如雪。佢企喺花下，笑住話：如果可以一直如此就好啦。佢望住佢，冇講嘢。佢其實想講，世間邊度有一直啊，但係佢始終冇開口。變故嚟得好快，沈家被牽入朝中一宗舊案，佢不得不遠赴邊地暫避風頭。臨行前，佢嚟見佢一面，夜色深沉，燈影搖曳。佢問：你仲會唔會返嚟？佢沉默片刻話：等我。佢冇再追問，因為佢突然間明白，有啲嘢一旦問出口，就會變成不堪承受嘅答案。最初嗰幾年，佢日日等信，信裏面嘅佢仍舊溫和，仍然會寫詩俾佢，話邊地風沙苦寒，卻也有星空萬里。喺信中寫到，等風波過去就回京，再同佢睇杏花。佢一封一封咁樣收住，好似守住嗰一點微弱卻固執嘅光。但係後來信漸漸少咗，再後來又過咗2年，佢先喺旁人口中得知，佢已經喺當地成婚。嗰一刻，佢沒有落淚，只係忽然想起嗰一句詩：等閒變卻故人心，卻道故人心易變。佢忽然明白，原來唔係邊個負咗邊個，只係人心本就會變。多年後，秋風又起，佢已嫁作人婦，日子平靜無波。某日整理舊物嘅時候，佢翻出一沓泛黃嘅書信，紙上字跡仍然清俊。佢輕輕讀到最後一封未寄出嘅信，係佢多年嚟經前寫嘅，但係唔知點解冇交到去佢手中。此去不知歸期，若有一日我不能回來，願你默守舊約，令明能人。人生若只如初見，別無後來種種悲歡。我不願你為我困於一場舊夢。佢終於落淚，唔係為咗佢，而係為起嗰個當年企喺杏花樹下，仲相信一直如此嘅自己。窗外秋風起，吹動畫線微拂。佢將信收好，輕聲講咗一句：原來最難嘅唔係離別，而係明明已經走到結局，但係仲記得最初嘅模樣。嗰年春初嘅雨聲，同他低聲
總思嘅樣子，終究留喺佢心裏面，成為一場永遠唔可以回去嘅初見。